靚媽圍爐係一個為媽媽而設嘅節目，我哋時不時咧都收到好多媽媽粉絲 DM 我哋分享心事。最近就收到好多媽媽嘅 DM， 好苦惱，究竟俾唔俾仔女打疫苗好呢？又有咩風險呢？不如問下街坊嘅意見啦。如果你嘅小朋友可能已經12歲啦，你會唔會俾佢哋打呢？會，應該唔會。會，都應該嘅。我就唔會住。危險啊！我都覺得係。我諗都唔會俾佢哋打住。其實而家佢哋12至17歲打呢，有冇數據呢？好似佢哋講出嚟係唔係好透明度咯？即係我哋都未知道個數據係幾多，咁所以我會俾佢打，不過我會考慮下，唔會係第一批咯。打完之後呢，我哋都好想知呢，就係話1年後可能需要再打㗎嘛。而家變種病毒已經有嗰啲變種病毒啦，會唔會即係根本而家嗰個打咗即係都係維持1年，即係之後係冇咁嘅作用呢？即係。有好多觀眾啦，都有留言俾我哋靚媽，就話咧好關心到底咧打唔打疫苗好啦，又或者疫苗咧對身體會有啲咩嘅影響咧？咁所以咧我哋啦靚媽圍爐啦，當然咧進行咗一個街訪啊，就發現咧街坊咧有好多咧對於打唔打疫苗咧真係存在唔同嘅想法啦，有好多嘅疑問啦。咁今集咧我哋就想俾大家了解下打疫苗要面對啲咩風險，究竟真係打唔打好咧？係啦，嗱，尤其政府宣布最近打復必泰疫苗咧，年齡係由16歲下調至到12歲都可以打。咁我哋作為媽咪咧，其實就更加擔心啦。咁究竟疫苗對小朋友發育有冇任何影響嘅咧？唔打又得唔得呢？所以今集咧，我哋請咗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嘅共同召集人孔繁毅教授咧 ，Professor 孔咧嚟同我哋回應一下大家嘅問題嘅。Hello， 三位主持好。係啊，教授啊，好多媽媽咧都表示咧好關心啊，因為咧喺6月初咧政府放寬咗疫苗接種嘅年齡咧。我哋係建議咧係呢啲嘅年青人咧，其實12到15歲咧都可以接種嗰個復必泰疫苗。咁基本上因為通常年青人咧佢嘅免疫反應比較好嘅，咁所以佢哋抗體通常都會比較高。咁但係你話可以維持幾耐咧？而家都未知道。其實所有成年人啊，以至到係年輕人咧，其實都冇數據嗰個抗體可以維持幾耐。但係我哋推斷咧，可能最低限度都係維持到1年。咁1年打後幾時要打嗰個加強劑咧？其實而家研究都仲做緊，咁所以我哋推斷可能1年後咧，好似流感疫苗咁樣講咧，每年都可能要打1針嘅加強劑都唔定。不過要等嗰個數據出咗我哋先知道。咁暫時嚟講咧，亦都有其他人問咧，譬如係呢個科興嘅疫苗有冇數據啊？咁而家咧，我哋其實都等緊科興咧。佢哋係做緊一啲佢3歲到17歲嘅
第3期臨床測試。咁如果佢有啲數據，亦都發覺安全咧，咁其實咧都係可以遲少少咧，係俾年輕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去接種嘅。咁但係我哋要等齊佢所有嗰啲第3期嘅臨床數據出晒咧，咁我哋先至可以批核嘅。哦，世衛咧其實就冇 recommend 18歲以下咧去接種復必泰嘅，佢只係話咧 suitable for 話咧係冇 urgent need for under 18歲打針咁解啫。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啦。係啊，真係要啊！咁另外咧，其實觀眾都想問啊，就係咧唔係太了解咧，本港現時咧提供有2種嘅疫苗啦，就係復必泰同埋科興啦。其實除咗嚟自唔同嘅國家之外咧，仲有咩分別啦？仲有咧，佢哋分別係適合啲咩人士去接種㗎？咁基本上咧，其實復必泰同埋科興兩個疫苗咧就係好唔同嘅平台嚟嘅。咁復必泰疫苗咧就係一個新啲嘅平台，其實都有10年嘅研究嘅結果嚟㗎啦。咁係用一個所謂叫做 mRNA 嘅一個嘅平台啦，就係去刺激你嘅免疫系統，從而咧產生一個所謂嘅中和抗體啦，同埋一個係叫細胞免疫抗體。咁呢兩樣嘢咧，其實就係令到咧嗰個 mRNA 疫苗咧，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嗰個嘅抗體嘅產生咧係會比較強啦。從而咧令到佢嗰個持久性亦都比較耐。咁另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對於一啲嘅而家數據睇到咧，對於一啲嘅變種病毒，包括係南非啊或者係印度嘅變種病毒咧，其實個保護率咧都係超過80%。一啲譬如英國嘅變種病毒或者係一啲本身未有變種嘅情況咧，其實嗰個保護率係去到100%。咁所以佢嗰個好處咧就係佢嗰個抗體係好強，個保護率係好高。個唔好處咧就係佢嗰個嘅副作用相對地比較高啲嘅，即係頭先我都講過，譬如講緊係譬如心肌炎會比較多啲啊，又或者一啲過敏嘅情況會比較多啲。但係整體嚟講咧，呢一啲嘅情況都係好少發生嘅，即係講緊可能係100萬人裡面有幾個或者係10幾個嘅情況。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太擔心呢啲嘅副作用。咁反而睇翻呢個科興疫苗咧。佢係一個好傳統嘅滅活嘅平台嚟嘅，咁所以咧佢嗰個嘅抗體或者免疫系統嘅產生咧，都係透過一啲所謂嘅中和抗體去做嗰個保護。咁個好處咧就係佢嗰個副作用係相對地少嘅，譬如佢好少係有過敏嘅情況啊，亦都冇 report 過咧係有報告話佢有啲心肌炎嘅情況啊，咁所以佢整體嗰個副作用咧都係相對少。個唔好處咧就係佢對於一啲新嘅病毒用呢一個嘅技術咧，其實嗰個抗體產生都會比較低、比較弱，同埋咧佢嗰個整體保護率都係相對地低嘅。你見到一啲數據咧，其實我哋睇到佢大概打晒2針咧，對於一啲未變種嘅病毒都係講緊可能係60% 左右嘅啫。對於一啲變種病毒咧，暫時其實係冇數據添嘅。咁所以咧嗰個科興疫苗其實個好處就係佢少副作用，個唔好處咧就係抗體比較低，同埋嗰個保護率比較低，亦都可能咧係引申到咧，可能佢真係要早少少就要打嗰個第3劑嘅加強劑都唔定啊，尤其是對於一啲變種嘅病毒。咁所以嗰個科興疫苗咧係可能講緊咧，尤其是一啲譬如本身有免疫缺陷嘅人士啊。又或者本身有一啲譬如食緊類固醇嘅人士咧，其實就我哋唔建議佢打科興疫苗，我哋反而建議佢打一啲比較譬如 RNA 疫苗啊，即係呢個復必泰疫苗咧，嗰個抗體或者保護率就會比較好啲。明白。嗱咁再重申一次啦，即係復必泰嘅 mRNA 平台嘅技術咧，就只係近10年研發嘅。咁科興嘅保護率咧就會比較低，咁大家就可以再考慮咧打唔打或者係打邊種啦。有街坊想問咧，而家啲病毒不斷咁變種啦，例如英國嗰啲 Alpha 變種同埋咧印度嘅 Delta 變種啦。如果接種咗疫苗1年過後咧，咁會唔會失效咧？會唔會等疫情穩定啲，我哋先至再接種好啲咧？絕對唔係嘅，個關。
物敏感或以上咧，就需要做嗰個嘅即係過敏測試咧，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如果你冇一個藥物敏感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你係可以咧係幾時都可以接種我。咁如果有藥物敏感嘅人啦，接種咗科興疫苗，係咪就唔會發生因為聚乙二醇產生嘅過敏問題咧？科興冇呢個問題，因為科興冇呢一個嘅助劑嘅，咁所以咧科興係基本上我哋暫時都見到好少有所謂科興引致過敏嘅情況。咁我哋再重申啦，呢個係兩種唔同嘅平台嘅疫苗，唔可以直接比較嘅。打邊一種咧，一定要問過你嘅醫生。咁另外咧都有街坊啦，就話想考慮溝針啦，即係前後咧接種唔同嘅疫苗喎。請問教授又點睇咧？其實溝針嚟講咧，我哋建議咧就係唔好除咗研究以外咧，暫時都唔好做住，因為咧我哋未有一啲數據去支持呢樣嘢。咁溝針嚟講咧，其實係主要係特別係俾一啲講緊係譬如佢有過敏情況，需要轉嗰個平台啊，又或者佢打完之後有一啲所謂面癱嘅情況啊，咁呢啲人士咧，我哋就建議佢轉嗰個平台，即係所謂嘅溝針。但係而家講緊係打2針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暫時咧就未有太多數據，所以我哋暫時都建議咧係唔好自己去溝針嚇，即係講緊係打晒2針係同一個平台。咁當然啦，我哋希望2-3個月之內咧，我哋會有一啲嘅數據同埋結果喺我哋嗰個溝針嘅研究。咁然後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建議咧，譬如人士如果真係出年想轉嗰個加強劑咧，其實我哋相信咧喺科學上應該係冇問題嘅嚇。咁亦都可能嗰個嘅抗體會比較好啲都唔定。不過要等啲數據出咗，我哋先至可以有呢個建議。咁我哋今日好多謝 Professor Hong 啦，為我哋解答咗咁多相關疫苗嘅問題嘅。好多謝3位主持。好，拜拜。拜拜。不過咧，其實咧，大家對於接唔接種疫苗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嘅。咁有啲朋友咧就覺得唔敢打啦，有啲朋友覺得打咗安心啲。係啊，我身邊都有朋友已經打咗，亦都有朋友咧講明話唔打。咁其實咧，我覺得即係無論打定唔打啦，或者打邊隻都好咧，每個人咧都要考慮嘅風險咧都係唔同嘅，真係要自己咧認真去衡量下㗎。咁仲有咧都要講就係本節目啦提及嘅資料啊數據咧，只係更新至咧喺拍攝嘅當日為止嘅。咁所以觀眾們咧記住咧時刻留意住最新嘅消息啊！仲有啊，最好咧就要揾醫生尋求專業嘅意見，仲要視乎咧自己或者係仔女嘅健康狀況咧，先決定打唔打。嗱，至於要唔要為小朋友登記打針咧，就需要因應個人情況而定。嘉賓嘅意見咧並唔代表本網台立場㗎。係啊，所以多謝大家收睇啊！咁記住大家你要 subscribe 我哋嘅 Chill Good Channel 咯喎。係啦，同埋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下集再見，拜拜。